虾米啊？这题你唔知？啊，我嘛唔知啊。哈，这题你也袂晓？安尼变怎啦？我真正唔知啦。拜托啊，你一定爱知。请问讨客兄原本这个客兄是啥物款的意思呢 ？A. 厝边 ，B. 恁的兄哥 ，C. 表大兄。客兄毋是干哥哥，人的兄，你的兄哥，你的兄哥，你的兄哥，你确定？无确定。厝边，厝边，人的兄，你的兄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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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厝边，厝边。哦哎，你确定？人的兄，因为客契约的客嘛。哎，快紧嘞！快点，你看，嘿嘿。 Yes。孔锵老师真正足厉害，以前真正是拍客用，所以就是人来的。这客唔那干那客兄尔，其实佫有客爸，佫有客囝、客查某囝、客母嘛有，吼。佫来就讲即字吼，咱爱大家纠正一下，就是爱写客用的客，唔要写人客。因为安尼其实客家委员会因遐嘛感觉讲爱大家正名一个吼，无大家感觉是客家人安尼，嘿。